是怎样？只是一个悲剧，只是一个悲剧，输给一群，输给一群，只是一个悲剧，人生中的悲剧，只想早点下场休息，把污泥洗干净。看清自己的瑕疵，找出发光的样子。我愿意重复100次，100次，100万次。悲剧，这是一个悲剧，输给一群，输给一群，只是一个悲剧，人生中的悲剧，只想早点下场休息，把污泥洗干净。谢谢悲曲送给大家，然后大家要努力，不要成为悲曲，要成为正曲。OK。